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最近大家都喺度睇混沌少年時，今日又同大家分享下喺靈性方面我哋點樣理解呢一件事啊。要確保小朋友踏入青春期之後仍然都會同父母溝通，而家普遍嘅講法係要同小朋友保持朋友關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睇法，我哋要喺小朋友踏入青春期之前開展我哋嘅靈性發展。人除咗肉身之外，仲有3層嘅靈魂。其實喺 parenting 當中，細路仔第一層靈魂發展係咪成熟，在乎家長或者老師嘅第2層靈魂發展係咪成熟。而孩子嘅第2層靈魂到底發展成唔成熟呢？就在乎家長或者老師嘅第3層靈魂係咪成熟。咁即係一層一層咁樣向下面嘅靈魂所影響㗎。喺青春期嘅時候呢，小朋友發展佢嘅第2層靈魂。如果父母嘅第3層靈魂已經發展得夠成熟呢，小朋友自然就會依靠你去發展佢嘅第2層靈魂啦。雖然細路仔呢一種嘅依靠嘅需要並唔係喺佢意識層面好清晰咁樣浮現出嚟，但係喺佢嘅無意識當中，佢哋係能夠辨別到底父母嘅第3層靈魂係咪足夠成熟，可以支持佢哋青春期嘅發展。咁接下嚟嘅問題係咩呢？咁父母又到底係點樣可以發展佢嘅第3層靈魂呢？呢個係點解人生梳理科學一直都喺華德福學校入面非常流行，因為呢個正正就係小朋友踏入青春期之前我哋需要進行嘅內在發展，以確保我哋嘅第3層靈魂得到足夠嘅發展。我哋喺人生梳理嘅過程入面，我哋從你嘅生命入面學習乜嘢係生命嘅真理。青春期嘅小朋友心底入面其實有好多關於生命嘅問題，所以佢哋一直喺度觀察我哋作為父母到底有冇人生智慧呢？如果佢哋見唔到我哋有人生智慧，當佢哋喺關於生命嘅問題嘅時候有啲糾結嘅時候，佢哋就唔會向我哋求助啦。所以如果你相信人有靈魂，我哋需要鍛煉我哋嘅靈魂，先至可以有效咁樣支持我哋嘅小朋友走過青春期嘅考驗。記住，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我希望可以開展你嘅靈性修行之旅。可以用 email 聯絡我 inner.development@outlook.com。